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文哥。今晡日也在两个谜面，来看一下。天当一匹马，跌下來會做賊。天當一匹馬，跌下來會做賊。哦，一馬一下動手通到吼，馬做以前像草冊樣嘅東西，都馬冊。天當有一隻像草冊嘅東西跌下來。跌下來要做冊咧，做乜嘅冊咧？要跌下來做東西啦。一篇冇答到講，我吞乜嘅東西？一吞一種動物啦。天當會比嘅東西，來看一下答案。答案按到腰婆，腰婆腰婆嘅主人咧，講嘅老鷹啦，腰婆。